台中海洋馆最近开幕，人是吵，盐哥附近5栋前开3亿6000多万起的高美湿地游客中心所拢无人行搭，灯清清，特别变蠓仔馆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是表示讲，包括附近的录影场、阁有景观餐厅，因为受到风台佮7月底大水雨影响，征收爱阁延5个月才有机会佮再开放。 建筑物外表毋但是漏水的遮，阁因为规日的靠海风已经是鸟就生鲜。台中高美湿地游客中心现场真稀微，民众惊伊变作蠓仔中心。不能进去呀、为什么？因为还没开幕啊。人潮的话进去应该会很带动了。那现在目前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人进去的话，应该人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另外，外口原本讲会当看黄昏的豪华露营区。 天道嘛已经拆了，干那剩鸡啊！台中市府开3.6亿起做游客中心，5年前以民间促参的方式启用。2022年又搁增加露营场，伫今年2月传出暂停营业，原本预计9月会恢复营业。不过市府伫27讲，包括露营场甲餐厅，会延后5个月开放。相关设施并非废弃或闲置，为确保民众有更完善的体验。 已核准厂商展延暂停营运至明年1月31日。市府讲，因为风台甲7月对大雨的影响，必须日期延后。观光学者认为讲，最近海洋馆试营运，佮带动台中海线的观光热潮，不过游客中心无开放，无法度小连形成一个观光区。 都是处于这个维修状况，那对于整个高美湿地的体验跟感受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希望台中市政府相关的单位能尽快来督促厂商来把这一些应有的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作。学者讲，地标性的建筑物应该要赶紧完成，来确认营运的方向了后，佮结合当地的观光特性，才有法度延续观光的热潮。记者综合报道。